由零開始，由冇到有，唔少創作人都好享受創作過程帶嚟嘅樂趣同滿足感。空白嘅牆壁，動一動腦筋，就可能會將平凡變得精彩，而且千變萬化。其實我一路咧都有自己做開 DIY 嘅，咁啱咧上年去日本咧行過有間雜貨店，見到佢哋嘅 feature wall 咧有好多黑色嘅鋁線嘅吊飾，咁我就諗啊，我可以做啲呢啲嘢喎。咁啱咧我又去執咗啲樹枝，咁又想加埋落去，做成自己一個個人風格咯。正職係設計師嘅 Valerie 好中意創作，佢周不時都會為自己屋企搞新意思，將大自然動物呢啲元素融入 DIY 掛飾之中，加啲裝飾，掛上夢想。製作呢啲掛飾咧，材料都好似幾簡單喎。係啊，主要咧都係鋁線啦，有唔同粗幼嘅鋁線啦，由1mm 至2mm，仲有加埋啲樹枝。咁我嚟襯托啦，同埋我中意大自然。哦，咁啲樹枝喺邊度揾翻嚟嘅？都係喺公園執翻嚟嘅。咁執咗之後就要翻嚟做下除蟲啊、曬乾佢啊咁樣。係咪全部款式都自己諗㗎？係啊，我自己諗㗎，因為我自己中意小動物啦，同埋中意屋企嘅嘢啦，所以會加多啲唔同嘅動物啊、主題啊、童話啲啊，同埋可愛嘅圖案落去咯。咁邊啲款式最受歡迎㗎？受歡迎會係類似呢啲掛喺屋企，因為啲朋友都係會買嚟掛喺屋企啊，或者鋪頭啊，有埋佢哋屋企人嘅名，或者係情侶受歡迎啲咯。其實我一開始咧做咧都係減下壓嘅啫，咁我自己咧都有畫畫嘅，但係我畫畫咧就唔係咁受人歡迎，但係我一做呢啲掛飾咧，嗰啲朋友就覺得好可愛啊，好中意啊，咁我覺得好大成功感咯。哇！除咗掛飾咧，仲可以翹呢啲字句，咁樣插喺個盆栽度咧，又幾特別，又增添生氣喎。係啊，翹呢啲飾物咧有乜技巧㗎？最主要係個構圖啦，每次我做之前咧都會設計好個草圖先，然之後就跟住佢嚟翹啦。咁同埋手力都好緊要喎，你見唔同嘅粗幼咧要用唔同嘅力度咯。可唔可以教我整一個啊？點解啊？點解啊？我想套個俾人打。梗係可以啦。好，我而家決定學呢個雀仔嘅圖案，而 Anthony 咧佢就話決定整個心心俾我喎，咁好啦，由佢啦，我哋開始啦，好似蚊香咁。如果咁樣徒手做咧，就個形狀唔係咁靚嘅咯。男仔係咁噶啦。OK，我覺得整呢個飾物最難嘅就係要有耐性啦，因為我比較急嘅，咁一翹多咗咧，起咗角咧就好難翻轉頭噶啦。好似我哋男仔咁啊，咁大力咧，如果一咬歪咗咧，個 curve 就好核突噶啦。雖然照住同一個圖樣整，但係出嚟嘅效果就哇！得啦，呢個係我嘅愛心之獎，有少少豆雞，但係都送俾你。多謝，真係好靚喎，同埋咧喺製作嘅過程咧都覺得好有趣啊！多謝晒，多謝你 Valerie。唔使客氣。可以將自己嘅設計翹出嚟，咁有心思嘅飾物擺喺屋企，成間屋都生動晒，而且仲係自己親手做嘅，更加有成功感同滿足感，仲係獨一無二嘅添。幫我交俾達仔。